医生你好，我来带我老公结扎。结扎？有二胎了吗？家里老人同意吗？实在不想要孩子，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呀，是吧？我说我不来，他非托我来。你说都是避孕，这女人上环不也一样吗？我怀孕，我生孩子，我奶孩子，避孕凭什么还得我来？而且我们怀孕前就说好了，生完你就结扎。父母那一辈不都这样啊？我一个大男人结扎，说出去不让人笑话。你怕丢人，你就不怕我遭罪啊？我妈就是上环之后腰酸背痛，而且每5年还要取旧换新，取下来的时候环都嵌肉里了。还有医生，你一直劝我上环，是不是为了多收几次换环手术费啊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上环是常规避孕方式，常规？那你为什么不说清楚上环的危害啊？男性结扎是微创，恢复快，费用还更低，你怎么只字不提？其实结扎也不是100%，那上环就是100%了吗？避孕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，上环的苦我们受够了，有些传统也早该改了。